我同老公咧都係香港人，我哋係二婚嘅。男方喺同我結婚之前喺深圳買咗一套物業，而家男方已經過身啦，冇寫到遺囑。咁我自己可唔可以將呢一套物業寫喺我嘅名下呢？另外，我老公同佢嘅前妻係有2個仔女嘅，而呢2個仔女目前係喺國外，冇辦法聯繫得到。根據民法典第1127條，配偶、子女、父母均為第一順位繼承人。就算房產係男方嘅婚前財產，妻子作為合法嘅配偶係有權繼承相應份額嘅。深圳嘅房產屬於男方嘅婚前個人財產，佢嘅全部份額將作為遺產進行分配。如果冇寫遺囑嘅，你應該同佢嗰2名子女均分遺產，即係話你可以繼承1/3，佢嘅2名子女各自繼承1/3。就算佢嘅子女失去聯繫，佢嘅繼承權咧仍然係受到法律保護嘅。所以作為妻子，你係唔可以單獨將房產過戶到自己嘅名下。所以針對上述情況咧，周律師俾你3條建議。第一，優先協商，嘗試通過海外親友聯繫佢嘅子女，協商放棄繼承或者係委託辦理繼承手續。第二，法律兜底，如果冇辦法聯繫得到嘅，通過法院起訴嘅方式確認房產嘅繼承事宜，法院有可能判決房產歸你繼承，但需要俾子女保留相應嘅份額。最後，風險提示，如果子女未來主張權利嘅，你有可能需要補償相應嘅份額，建議提前留存資金以應對啦。最後總結，你有權繼承房產，但係需要同佢嘅子女共享份額。